们创新技艺，梦想启航。我们台南市2023技职博览会3、2、1，正式启动。宣传的我们的logo，我们看到这个船前面的船一直慢慢的行进。我们台南市2023技职博览会5月29号到27号，将伫咧远东科技大厦顶场。自然教育局特别举办启动记者会，由市长王伟棣甲教育局长陈新辉共同为活动召开序幕。今天非常高兴能够迎接来我们第9届技职博览会。从2015年开始到现在，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技职院校以及高中高职都各显神通，展现出最好最光明的一面最棒的一面给所有的想要投入技职教育的同学。来了解。这次活动一节参观下界，设伫8站的单位，内容以各种技艺教育学习以及职业场所应用介绍为主轴。另外，还有技艺成果展示，并设伫实作体验区，让学生以实作以及互动等活泼多元的方式体验。预计将有3500位学生参与。借着这个博览会，不只是看热闹，最重要看出门道。看出我们心里想要的门道，也希望所有多种面向的各个技职院校以及职业高中高职，能够让我们的同学有更多参与的机会。市长王伟棣也特别颁奖感谢状，予参展的企业单位以及学校，期盼透过技职博览会，会当予学生探索家己的兴趣，进一步选择适合家己的升学以及就业管道。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